我嘅備用時間係2023年1月15號。呢段片就同大家睇睇環球主要指數期貨同埋一啲熱門股票嘅走勢。咁就分開始之前呢，有個免責聲明，本片內容純粹經驗分享同埋教學內容，唔會構成任何買賣建議。投資者入市之前呢，記緊留意清楚自己承擔風險嘅能力。我哋響嚟緊呢個禮拜三嘅18號晚咧，會有一個嘅 live event 嘅，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對金融市場一啲後市嘅睇法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歡迎到時出席支持。我哋先睇睇呢一個道瓊斯工業指數平嘅期貨，咁就響呢個32789呢度咧就做咗個平台啦。咁啊試咗呢2-3個禮拜，跟住咧發力向上。最高上個禮拜試過34464，如果繼續沿住呢個藍色通道上咧，去到1月尾2月頭咧會試36000到36800呢啲位。咁下邊支持咧睇翻呢個32789啦，咁啊通道嘅支持31950，而最大嘅支持應該就係舊年10月嘅低位啦，28671。跟住睇睇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，做緊一個咧類似頭肩頂嘅形態嘅。如果跌穿頸線嗰個支持嘅話，你有機會試呢個3470，咁同舊年10月低位3500咧都接近嘅。咁啊，跟住睇睇咧，呢一個上個禮拜五最高去過4024，如果繼續向上行嘅話，有機會試翻咧呢個舊年年尾、今年年頭嘅高位4180，再高啲咧就係4328。下邊支持位呢個頸線咧，而家響約莫咧3900點附近嘅。納斯達克指數期貨亦都係做緊一個類似頭肩頂嘅形態，如果破位嘅話咧，有機會落到去咧9450點。咁啊，如果睇翻近期嘅高位咧，就係有個12339，如果繼續向上行嘅，會試呢一個位啦。再高一啲咧就係12987同埋13741。咁下邊呢個頸線嘅支持咧係響呢個10800點呢啲位置嘅。恒生指數期貨沿住個藍色通道咧就係升緊，咁好多指標咧都出現咗有背馳嘅情況噶啦。咁提一提大家咧，由呢個前年啦，2021年3月高位31116跌到去舊年嘅低位咧14615啦，反彈50%咧就係呢一個綠色呢一條線價位咧，約莫喺呢個22866點附近嘅。咁啊，如果升到呢啲位啊，咁啊，大家小心啲，可能有機會咧有個大啲嘅調整嘅。支持位睇翻20000點，同埋下邊咧16800。上邊如果沿住通道上嘅話咧，去到2月左近一個阻力位響24200。國企股指數期貨亦都係咧沿住個藍色通道咧向上攀升，最高上過去咧挨近咧7500點呢啲位置。如果沿住通道行到去2月左近呢，有個阻力位向8600點，支持位睇翻7000點同埋6270。咁呢一度咧，如果睇用翻好似恒生指數期貨嗰個觀點嘅話咧，由21年3月嘅高位12258咧跌到落去舊年11月低位4294，反彈50%咧，阻力位咧就係綠色呢條線啦，8591。大家留意下呢啲位置。富時 A50 指數期貨亦都係咧沿住個通道上，不過咧佢嗰個勢頭咧就冇恒生指數期貨嗰啲咁強。咁啊由邊度睇到咧？咁樣如果由21年嘅高位20606點去到舊年嘅低位11158，反彈1/3。OK， 咁呢個就唔睇一半啦。咁咧就向呢個14307點。咁就係綠色打橫呢一條線。咁啊，如果破到呢個位嘅話咧，試通道頂咧，阻力位咧約莫向14800點。下邊支持位咧，睇翻呢個12900啦，低少少咧就係呢一個11800。好啦，睇睇一啲嘅熱門股票 ，Tesla 最低落過102，跟住咧向上反彈，暫時受制於呢個20天平均線。如果繼續向上行，掂到通道嘅話咧，阻力約莫140，升穿嘅話你要試166。如果一個唔好彩咧，沿住通道落嘅話咧，去到呢個2月咧，有機會試40蚊嘅。微軟
落到係219咧，亦都係反彈嘅，咁啊試翻之前啲阻力同埋20天線234。如果彈翻上個通道頂咧，會有機會咧試256蚊，下邊支持位213，跌穿嘅話咧，通道底會試190。Apple 最低見過124，跟住反彈翻咧 pull back 呢個之前嘅支持，咁變咗阻力134、135呢啲位。如果再沿住呢個勢頭嘅話咧，試呢個通道頂咧，向140到142蚊度啦。升穿嘅話都要試呢個158至160。下邊支持位124，跌穿嘅話咧，如果試通道底咧，響2月有機會落到去110。Amazon 咁啊，升穿咗咧，由呢一個舊年第三季落嚟嘅呢個阻力線，最高見過98，跟住有個大啲嘅阻力咧，響101到104附近啦。破位嘅話咧，有機會上翻去134至147。咁下邊咧，如果向下調整，有機會沿住藍色呢一條線咧 pull back 翻咧落嚟呢個81蚊附近。Meta Platform。上試翻咧，我哋之前提過一啲嘅阻力137至138蚊呢啲位，破位嘅話都要試155，以至通道頂190。咁啊，如果後抽翻呢個下降阻力線咧，支持位向110附近。Netflix 試高位啦，333蚊，最高見過337。如果咧再向上試高嘅話咧，通道頂嘅阻力響370蚊。咁下邊通道嘅支持咧，約莫向290蚊附近。Alphabet 見過86蚊之後咧，做個雙底啦，咁就向上反彈，最高見過93。如果試下降阻力通道嘅頂部咧，個阻力響98到99蚊度。破位嘅話，你試105，再高啲咧125。下邊支持位係睇呢個83到86呢啲位啦，穿嘅話咧。2020年咧嗰陣時有個阻力向77蚊，而家變咗咧調整嘅支持。Nvidia 見過139之後咧反彈到169，話通道頂阻力向170到172附近。破位嘅話咧會試咧舊年年中一路到而家嘅阻力193蚊左右。下邊咧支持位141同埋108。港交所咁就行到上去我哋之前提過嘅通道頂，最高見過382蚊。如果破位嘅話咧，短線要試呢個404蚊啦。咁啊下邊短線嘅支持咧睇353蚊同埋311。騰訊控股最高見過380，咁啊有機會試412蚊呢啲阻力。下邊支持位睇335同埋303。阿里巴巴。有機會挑戰119蚊，破位嘅話咧會試133蚊，下邊98蚊咧就變成為咗個支持啦。再低一級咧83。美團見過196之後咧就係回調，支持位睇160蚊。如果再試高位咧，阻力位向212。南方 A50呢個反向 ETF 7300。咁啊，最低落過去呢一個4.94，如果再低少少嘅話咧，睇一啲嘅50呢齊頭位嘅話咧4個半嘅啦。咁阻力位咧響5.0，而升穿嘅話有機會試翻之前嘅阻力5.48。好，呢段片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